落馬洲河套地區規劃展開第二階段嘅公眾諮詢，港府同深圳兩地政府喺2008年年初為河套地區開展研究。河套區主要用作高新科技、文化創意產業、高等教育等發展。發展局建議就發展方案作出修訂，用喺高新科技以及文化創意產業用途嘅用地將會合併，容許土地用途互換。一改第一階段諮詢嘅時候，兩幅用地分開列明用途。河套地區嘅建築物高度亦都由最高嘅15層降到去12層。為咗減低對附近環境、沼澤同魚塘嘅影響，連接河套地區東西面嘅連接道路走線亦都會修改。當局建議擴闊落馬洲同下灣村路，作為2020年啟用嘅時候西邊嘅連接路。日後呢一條路將會連接新田公路，又或者係粉嶺公路。至於東邊部分路段就會以隧道以及沉降道路方式橫越深圳河嘅魚塘。而河套嘅東南面大約12.8公頃嘅邊界將會闢作生態區，補償被清除嘅蘆葦叢。當局預計工程將會喺2013年年初完成規劃同研究，部分高等教育設施將會喺2020年投入服務。ONTV 東方電視新聞台報道。